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中国呼吸道的疫情严重，尤其是为着肺炎、面上菌的病例是愈来愈多。有基层的药房来反映，讲专门用来治疗囡仔为着面上菌的抗生素，日输这种的药啊叫无货，甚至参儿童的感冒汤浆嘛拢欠货状况。药师工会理事长黄金顺嘛讲，最近有不少的民众来药房买日输这种的药啊，想要寄去中国，甚至阁有台商买来做公关。的话就是这样的粉剂，把它调配成一个药水，供小朋友来做使用。药师提出手头药啊，这就是即马真受到大家关注的抗生素日输，将这微球菌治疗的首选药化。最近伫咧药局问人真多，就医没有像台湾这么的便利，所以民众就问：那我可不可以买一盒袋子？中国将这疫情热区，让游客想要买药预防，甚至个传出伫咧台湾的中国人想要寄回去故乡。统计这2个礼拜应该有20几家吧，有台商还表达说买这种东西要到中国去做公关，药局也买不到，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种东西应该缺货。实际问药局确实有反映，日输寄无货，甚至含囡仔退烧药水嘛拢欠货。伫咧即马换季节敏感时期，真侪种病毒大流行，欠药啊唔是小事。全球需求量很大的时候，分配就不均匀，主要是都可能会分配到一些大型医院，那所以相对到诊所跟药局的它的配货量相对就会比较低。日输之药品，原厂供应量在台湾目前是足够的，都有个专门的订货专线。药师工会的黄金顺理事长也已经有，应该是消息是从他那边出来，不过他说他们也有经通令药社区药局都要做好这个把关的工作。疾管署含药师搁一摆强调，日输要有处方签才当配，乌白食药啊，敢会食出抗药性，对身体敢有败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